歡迎收睇 JW 檔案。呢個月最大一場戲啱啱落幕，特朗普上禮拜去咗北京，佢同習近平傾咗好長嘅時間，連對台軍售都討論埋。不論特朗普身體語言，還是佢對習近平講嘅每一句說話，信到而家冇乜人再相信佢哋仍然處於一個敵對狀態。普京喺呢個星期緊接住特朗普訪華，到呢一刻，舊年好多人講呢盤棋係聯俄制中，咁睇嚟應該係唔成立噶啦，不如轉一轉一個玩法，咁又係唔係聯中制俄呢？不如我哋先睇下中俄之間過去一個世紀嘅恩怨情仇先啦。早喺19世紀，當時嘅清政府同俄羅斯帝國已經係世仇。由嗰時開始，中國歷史上被侵佔得最多領土嘅唔係西方列強，而係俄羅斯。當時清朝正係深陷第二次鴉片戰爭，加上太平天國之亂，國內國外同時混亂不堪。俄國軍隊就喺呢個時候侵佔東北噶啦。1858年，沙俄逼清朝地方官員簽署《愛輝條約》，一舉割讓咗黑龍江以北、外興安嶺以南嘅60萬平方公里嘅領土。喺2年之後，英法聯軍攻入北京，俄國人更加充當所謂嘅調停人，實際上係逼清廷政府簽下《北京條約》，將烏蘇里江以東，包括今日海參崴在內嘅40萬平方公里土地據為己有。呢兩條不平等條約直接令到北京徹底失去咗日本海嘅出海口。1917年，俄國10月革命成功，建立起第一個共產主義政權。當時嘅蘇俄領導人列寧信誓旦旦咁話唔承認不平等條約，會歸還領土俾中國。但最終只係得個講字，繼任人史太林更加係避而不談。1949年，中國亦都建立起共產政權。俄羅斯係全球首個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嘅國家，但係歸還領土上面嘅事就石沉大海。最高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的權利。好多人以為中俄而家係同志加兄弟嘅關係，係共同對抗美國霸權嘅盟友。特別係習近平呢一代領導人，成長喺50、60年代，深受蘇聯文化嘅影響，有一種聯俄抗美嘅情意結。加上俄羅斯係聯合國常任理事國，中國需要同俄羅斯結盟，一齊對抗美國同埋西方民主陣營。但睇翻歷史，中俄關係並唔係咁密切嘅，大部分時間都係爾虞我詐。中共喺建政初期，從政體到經濟產業模式，毛澤東全盤複製蘇聯。中蘇雙方喺50年代進入短暫嘅蜜月期。當時毛澤東喺蘇共領導人面前仍然係不恭不敬嘅。毛澤東同志和代表團全體同志拜會蘇共中央第一書記赫魯曉夫同志。久經考驗的蘇聯共產黨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旗手。中國共產黨在領導中國人民進行革命和建設的過程中，一直以蘇聯共產黨作為自己的榜樣。中共喺50年代政權啱啱建立，羽翼未豐，蘇聯強大嘅政治制度、重工業產業、軍工系統，全部都係中共模仿複製嘅藍本。喺呢個階段，中蘇結盟，蘇聯對於中共嚟講係絕對嘅老大哥。但係史大林死之後，情況開始改變。中國巍峨地屹立在地球的東方，已經整整的10年了。我們不但在世界上站穩了腳跟，而且正在以巨人的步伐，走着我們前人不曾走過的道路。1959年，中國10週年國慶，毛澤東邀請蘇共書記赫魯曉夫、北韓勞動黨書記金日成、北越越共書記胡志明等全球共產陣營嘅領袖一齊登上天安門城樓檢閱軍隊。呢次係全球共產主義國家領袖首次同場。毛澤東就係借住國慶10週年，向全世界宣示全球共產國際嘅威力，亦都向全球展示中國係有能力成為共產國際嘅重要領頭羊，可以同蘇聯平起平坐。而佢自己就係共產國際嘅老大哥。對赫魯曉夫要同美國和平過渡、和平競賽的緩和政策，
毛泽东评价道：“赫鲁晓夫很幼稚，他不懂马列主义，易受帝国主义的骗。”对此，赫鲁晓夫则发表演讲，影射中国是好斗的攻击。此时双方虽有分歧，但中苏两國從大局考慮，還是堅持要維護中蘇之間的團結。到咗60年代，中蘇為咗爭奪全球共產國際嘅領導權，開始走向分裂，掀起連場罵戰。中國先後發布9篇文章，亦即係9評蘇共。但僅僅2個月後，蘇聯政府卻突然向中國外交部發出了一紙照會，決定單方面召回全部援華專家。短短數月之內，曾經親密無間的中蘇關係頓時降到了冰點。一輛蘇軍裝甲戰車對我中國邊防戰士橫衝直撞，雙方發生了激烈的肢體衝突。3月2日，裝甲車等入侵我國黑龍江省虎林縣境內的珍寶島，首先開槍打死打傷我邊防戰士多人。在忍無可忍的情況下，我邊防軍隊被迫進行自衛還擊，開展了珍寶島保衛戰。珍寶島位於中蘇邊境烏蘇里江主航道中心線的中國一側，自古就是中國領土。5月9日，人民日報就以對蘇聯的侵略就是對中國的侵略為題，發表社論指出，U2飛機事件反映了美帝國主義的本質，我們完全支持蘇聯政府。不僅如此，5月19日下午，在外視察的毛澤東又指示坐鎮北京的鄧小平，要在全國各地舉行群眾集會，支持蘇聯的立場。於是，第二天，首都北京以及上海等地舉行了聲勢浩大的群眾集會。當時蘇聯軍方強硬派更加考慮對中國使用原子彈，對中國嘅核設施實施外科手術式嘅核打擊。以蘇聯國防部長格列奇科為首的軍方強硬派主張要一勞永逸地消除中國威脅，揚言至少應該首先無限制地使用幾百萬噸級的炸彈，把中國打回到青銅時代。毛澤東就進行咗全國總動員，號召全國人民全力對抗蘇聯嘅核威脅。全國1萬軍民堅決響應毛主席備戰、備荒、為人民和提高警惕、保衛祖國的偉大號召，堅持自力更生、勤儉搞戰備的方針，房子底下挖洞，築起堅不可摧的地下鋼鐵長城。中蘇之間嘅僵局直到1972年打破。美國總統尼克遜破冰訪華，呢次係冷戰時代美國總統首次出訪，視為敵對共產陣營嘅國家。尼克遜同周恩來握手，同毛澤東會晤嘅畫面震撼全球。中美聯手將蘇聯逼入死角。鄧小平掌權之後，中國喺1978年正式結束文革政策，實施改革開放。而中美亦都喺1979年結交。80年代，中國全面親美，利用美國同西方嘅資金、技術、人才發展經濟。At the end of January, Deng Xiaoping made an official visit to America. 我們將同美國政府領導人和國家朋友共同探討發展兩國在政治、經濟、科技、文化各個領域的交流和合作問題。Deng was the first Chinese leader ever to visit the U.S.從80年代一直到千禧年呢個階段，蘇聯體制對中國嚟講已經毫無吸引力啦。中國打開市場，全面透過美國吸引西方投資。
中國特色嘅市場經濟反而成為蘇聯解體之後，俄羅斯同北韓、越南等社會主義國家仿效嘅藍本。今日中俄結盟絕對唔係因為意識形態高度一致，亦都冇好似美國同歐洲一樣有住龐大嘅經濟利益。佢哋嘅結盟純粹係要面對一個共同敵人美國。但係到咗上個星期，情況已經徹底改變咗啦。這個地方我們首先以前外事活動都不太多，後來有外事活動以後極少，比如說。大家有冇留意到習近平話佢嘅私人花園除咗招待咗特朗普，仲有就係普京。所以而家我哋可以睇到一個現實，就係美國同時跟中國以及俄羅斯握手言和。特朗普高調訪華，其中一個目的好明顯，就係要解決伊朗問題。而伊朗背後嘅軍事同經濟上面最大嘅支持者就係中國同埋俄羅斯。佢哋兩個一齊向伊朗施壓嘅話，理論上面伊朗係冇辦法唔屈服嘅。所以我哋嘅結論係，不論係聯俄制華，還是係聯中制俄，兩者都係唔成立㗎。跟住我哋要講返轉頭，中國同俄羅斯最近嘅關係係點嘅呢？經過西方國家嘅極限制裁，加上龐大嘅軍費開支，俄羅斯經濟早已經係千瘡百孔，能夠死撐到今日，全靠中國背後暗中輸血，提供糧食、能源同埋大量嘅軍民兩用零部件。全球都已經睇穿俄羅斯嘅軍力同國力已經係大不如前。就是俄羅斯現在的物價真的是貴得離譜啊，比我們去年回俄羅斯還要貴。看這一個罐頭190-200盧布，將近20塊錢，就一個罐頭。由數據可以睇到，今日俄羅斯全國嘅經濟總量竟然同中國一個廣東省差唔多，而廣東省嘅增長潛力更加遠超俄羅斯。對於一個曾經係重工業超級大國嚟講，目前嘅俄羅斯產業凋零，莫講話製造飛機大炮、精密嘅機床，連自己生產組裝一部智能電話嘅完整產業鏈都具備唔到。如果冇咗中國嘅產品輸出，俄羅斯會點呢？答案係社會民生同埋軍隊都會即時停擺。俄羅斯現在僅僅淪為一個出售原材料嘅國家，佢出口俾中國嘅絕大部分係木材、天然氣同埋石油等低增值嘅能源，而中國出口俾俄羅斯嘅係汽車、機電、電子產品，都可以用喺戰場上面嘅晶片。喺經濟上面，俄羅斯對於中國嚟講已經變成一個平價嘅加油站。簡單嚟講，俄羅斯嘅軍事同整體實力都已經被徹底透支啦。由一個本嚟可以同中美平起平坐嘅軍事強國，已經徹底淪為一個中國嘅附庸國。而家喺國際上面擁有軍事實力嘅超級大國，除咗美國，就係仍然未打過仗嘅中國。佢哋亦都係世界上第一同第二嘅經濟體。所以特朗普話未來係 G2嘅時代，即係由中國同美國一齊制定新世界新秩序。至於修昔底德陷阱幾時會發酵呢？喺特朗普對中國嘅笑面外交之下，相信中美之間係合作多於衝突。真正嘅對抗可能係發生喺特朗普落任之後。不過到嗰個時候，中國嘅經濟同軍事實力一定會比而家強大得多。好啦，呢一集去到呢度，下次再見。